台中的亚洲大学甲台达文教基金会共同策划生态甲艺术的展览，而且来推出着山河保育 NFT， 也就是甲数位甲实体来相结合，为推广海洋保育尽一份的心力。亚洲大学最近和台达文教基金会共同策划地球脉动中生态和艺术特展，希望引起民众对生态议题重视。利用这个元宇宙的概念来策划，让大家能够更亲近更能够感动。气候暖化造成海温增加，和酸湖白化更较严重，影响生态。这摆特展嘛设计酸湖复育 NFT， 用定色编写，随机生成660个酸湖，要让生态会当延续。我们发起这个活动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重视到，珊瑚正在受到这样的一个威胁，1/4的这个物种其实是因为珊瑚礁它们的幼小的这些小鱼才能够存活。希望透过这摆生态甲艺术特展，为推广海洋保育尽一份心力。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